哎呀，我那个，我说我这咋会？那我别那去这个你叫我那个有那个你不叫。哈哈，原来没那没差异的，头那不出门咱们出咱们那不要背的。咱这嘛这这管家好远，那是走咱们这边往那妈妈呀。我咱们那个没分我背鸟不买个的哈子，我打我是外乡人了。要管很咱都那个的里边，那个咱把那把不过户。你这把人家做了么呀？很咱都拿你当过原来的，我在你这忙个娃娃。谁家那爸爸那拍一个门那路上的，这多山光嘛那马里黑的光那瓦的湖啊，我们出门啥个说你不要干门啊？啊你韩国家人人家打人门那他打别人，啊你非那不安的，现在就我们快乐了，啊你非那不黑人，把山干了把地皮，把这真干了把这真的我地皮把那把人上嘛我办，他把我俩这皮的嘛我办，咋打一点了吧土？今天咱家后来就给你女鬼，今天原来我俺来这皮他吧，咱这把这家管家好远了，还算我那把我家来了不好，一边跟人家在说你的房子把咱们挂的，原来呀我妈把手紧张咱把那那的把下年了，就不会他咱接住把地我那么接的，这啥不如妈把手我那干了干着，这我也提包哎，那我们怕的。就好好原来没那面的地方，就好好原来没那面的地方，你说啥子？我都你尴尬的。要么做干的里面还没那包不下来，那出在那是真。马吃那边你说这是你啥嘛出关出了？你真这里边你把我把你把说啥干没拿了？嘿，这干嘛我这个死人啊！看人家在说这个你就为什么你搞啥不啥子？我把你进那么把呀，那进那么把比那，比那进个这咋个人出来的多呢？还是那，马飞呀比那一的，进这咋个或者就别自己把那胡当家的，我那说那个没管我当胡当，那比那的吧，就是把他讲妈妈让他把说那个比那嘛绝了嘛我了，你比那把说那个比那怎么去不？妈妈呀喊来你也早，他把那里读吧，妈妈别喊来了。不觉得，人家我们这样路嘛？那个我那个胡椒呀，那把我到我那边了。阿爸说完那个，我把那些地皮设计，就把那个时间卡，就算在不误，警车站咱就对，咱就没这么病，咱这后咱就说咱他妈把你踏着。